那韩国瑜是到金门帮立委候选人陈玉珍来徛台，而且嘛来宣告讲，明仔载伫高雄举办的挺韩大游行，要以快乐为主题。已经用身体用几啊天的陈玉珍嘛现身，甲韩国瑜合体。伊讲，伊毋若只是手来受伤尔，胸壳嘛扎扎，真无爽快，才会去大病院。一路车就受到乡亲的环境，一直发动选韩国瑜去到金门，替党内立委候选人陈玉珍徛台加油。嘛定调明仔载2·1挺韩的大游行，主题是快乐，希望讲挺韩的民众会使欢喜上街路。我们就是坚持9·2共识，以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，我们展开两岸和平的交流。中信9日共识的立场，伫金门铁票区得到热烈的回应。韩国瑜本来顶礼拜就要到金门府选啊，都拄到远航停飞风波，所以讲延到今仔日。伫病院休困几啊天的陈玉珍，趁这个机会替家己发完网。大家当然都有看到，以为我是手受伤，其实我不是手受伤，我是整个人被夹到没有办法呼吸，所以我真的休息了非常的久。除了徛台，韩国瑜嘛到当地信用中心新丰庙去祈福。去金门前后4点钟，选方式的复选行程，不管近还是远，拢爱顾好选票的基本盘。